为伫阿兰区城西里西边的海华线，因为西满红红拿人较少行搭，所以6月到8月提供真济会当脱离水域生活的金马真好天困的环境，嘛是因欢喜旺季。所以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对去年开始就甲社区合作，开发生态游艇，同时训练一群志工来夜间导览，共同守护咱台江珍贵的环境。就是观察螃蟹下来，然后发现西岸边其实还蛮多垃圾的，然后螃蟹其实也还蛮多的，但是都是很小的，然后我就没有戴望远镜，就是看不清楚，所以其实有蛮多的都没有观察到，蛮可惜。其实就是来观察一下我们台江有丰富的这个台湾岸产，也是台湾特有种，还有我们的陆蟹那陆蟹这边也是我们台湾分布最多，而且它体型最大的很有在地很特殊的一个陆蟹那希望说能带领由当地的民众当解说员来带领我们这边民众来了解这边的生态。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嘛，希望透过甲在地密切合作，了互社区会当主办生态旅游，形成地方的特色。台南新闻，古文集何乔邦采访报道。